音控10号麦，好了。喂，好，谢谢。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使咱拢平安。伫今仔日，组织咱大家伫圣殿要来敬拜伊。伫咱要敬拜的大心，咱三角来传的信息，请咱掀开信息65首。信息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信息65首。本来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苍老的气息，为着活出依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悲伤的万罪下，阿拉亲可以尊名。第5站。为着主一段恩惠，白白受赎万人类，信心稳定高连接，得救生活高应许，天白伤的万罪下，阿拉亲后你尊名。
请咱掀开324首，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即首咱唱即首的时候，爱较有精神的吼，有精神有气力。信息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风雨，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这个道路，叫咱革命，好透过一条真情，我可上帝好大真情。请咱平凡心来做今日嘅敬拜。我要夜目五山，我的房产对倒落来。我的房产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保守你命的，的确无遁面。请咱起立来用信息学咯，信息第65首，信息第65首，为着美丽地面，请咱起立来吟。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苍蓝的青青，为着万主喜乐，所求一切阻碍，地北中的万界下，欧罗天后的尊名，为着大是的天地，无论比例是无比，山水花马和公鸡，你的气质就光明，地北中的万界下，欧罗天后的尊名。为着心
请咱继续徛地，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来到读启文，启文第3篇，启文第3篇。咱三甲来启应。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对婴仔搭食恁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这个人是啥物？你想念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甲书。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无尽的慈爱，甲丰盛的恩典，保守阮经过一礼拜的日子。无论平常生活，还是有困难挑战，你的手拢无离开阮。今仔日你搁一摆呼召阮，带领阮来到你的圣殿，同心自责，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阮要献上满满的感谢甲懊恼。主啊，阮承认阮是软弱的人，常常靠家己来做决定，无意中来离开你的心意。当阮拄着困难的时，会惊吓，也会失志。求主赦免阮的软弱，洗清去阮的心，除去阮一切骄傲、自我甲无信，互阮重新倒转，只有来倚靠你。主啊，你是阮生命源头，也是阮随时的帮衬。若无你的带领，阮的生命就失去方向。求你教示阮，伫每天的生活中学习倚靠你，无论是伫家庭、工作、生活顶面，也是伫人际关系中，阮拢会先来找找你的旨意，用信心来行每一步路。你互阮知影，真正稳定的生命是建立伫倚靠上帝根基顶面。主啊，今仔日正道的讲题是倚靠上帝的生命，求你亲自拍开阮的心门，互心灵自由运行伫阮中间，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声；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的作为；也拍开阮的心门，互阮愿意顺服伫你的带领来行。阮毋但是要听道理，更加是愿意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活中，互阮的生命真正改变，一天比一天
更加来亲近你。主啊，求你在今仔日的主日礼拜同在，无论是诗歌的敬拜、祈祷的声音、读经，以及牧师进度的信息，拢充满伫你圣灵的同在、甲能力，互听见的人得到造就、安慰、甲鼓励。主啊，我若要为你的教会来祈祷，求你继续建立你的身体，互兄弟姊妹彼此相听、彼此代祷、彼此扶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互教会伫这个世界中成做光甲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互阮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中，拢会记得我靠你、仰望你。主啊，我若要将心内有重担的人交托伫你的手中，无论是身体软弱、心内野心，还是即马当伫面对困难甲压力的人，求你亲自安慰、医治甲扶持，互因伫你内面重新得到力量甲毋望，经历你真实的同在。主啊，我若要为这个社会甲国家祈祷，求你使阮人民享受平安甲稳定，互更加多侪人来认捌你，愿意倒转归向你。最后，主啊，愿今仔日的敬拜，诚做你所欢喜芳芳的祭，愿一切荣耀、尊贵、权柄，拢归伫你，直到永永远远。阮同心同意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学老，信我对要学老的诗歌是主是我的力量。
求主做我一生的快乐，伊是石盘，真坚固，我通依我。我决定袂惊惊，因为主带我同行，我要全心学努，一世人辛苦。咱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诗篇144篇第1节甲第4节。诗篇144篇第1节甲第4节，咱做伙来看，我来公读。耶和华，我的石盘是应该学努的，伊假是我的手会真直，假是我的枕头会三台。伊是我的阻碍，我的山寨，我的关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倚靠的。伊互我的百姓降服伫我的下面。耶和华，人是啥物，你竟然捌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竟然少念伊。人亲像分一个气，伊的日子亲像领过去。今日牧师进度题目是我靠上帝性命，时间到，牧师。各位学者，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人算什么？你伫万人的中间，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嘛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间，你常常来看顾，互阮会使军队助你的骹步来跑走。愿主你的话，信心的大开力，开阔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因今日有大大的领受，祝福伫中间。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顶礼拜四的时阵，牧师伫 FB 顶面有看到我金门，阮迄个小岛，阮迄个村阮一个小学的同学会使讲是牧师的青梅竹马啦吼。大家拢无反应吼。青梅竹马对细汉就是吼，佚佗做伙做伙一起上学吼，一直到高中毕业了后来台湾发展，就较无联络。经过30年了，大家拢有家己的囝儿孙，家己这个同学嘛，家己的夫婿事业嘛是真有成。但是伫 FB 看到伊写了14字，这14字是哪？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吧，只是太短暂了，谢谢你。我看到时阵惊一跳，因先生离开。当武祥临到的时阵，我这个死党会因翁离开啊。年纪差我差不多，算个嘛，我算少年，互人真唔甘。兄弟姊妹，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是一段时间吗？是人你讲的，生命就好像一个人出远门，时间到啊，就爱回去厝的。牧师嘛常常在永华主好主边分享，生命有时亲像火车同款，过程的中间有人落车，嘛有人起车。无管咱如何定义咱的生命，会使确定的是，咱人生生命的长度，拢毋是咱人有法度确定的。我想，阮这个同学伊嘛无想因翁会遮早就离开。因为咱拢爱面对突然间来的这个生命中的无常，伫圣经的观点内底，无常意思是讲描写咱人生的真谛啦。毋若伫底，咱的人生无法度去按算的。圣经常常透过无常来教导咱。咱的人生、咱生命本质是甚么？并且对中间去敲做永远我靠是甚么？咱今日做伙，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文第30甲第40，咱非常熟的
一节经文吼。第30到第节，咱看周报后壁面来请。后花人是啥物？你竟然捌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竟然少年伊？人亲像分一个开，伊的日子亲像影过去。人这字啊，大家拢知影，牧师即摆有一个孙吼，后来阮这边的时候，我拢会帮伊洗身躯，哦，蹲着吼，脸盆帮他洗澡吼。抱起来时阵哦，我真惊吓，你毋知？非常的小心啊！你若无小心啊，叮当就落落去吼，就惨嘛。你原文内底，恁个人即个原文的人就拿玻璃共款，无小心落落去就碎去啊！这是咱人，人嘛是真卑微的意思啊。因为伫咱人的生命中间，咱可能突然间拄着真侪咱毋知影的代志发生，咱人就离开这个世间。进入坟墓，无管你是好野人，还是你善邪人，拢同款。人其实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这内面，咱算起是非常智微细的动物了。你看咱这块动物，那个打不死的蟑螂，一只加抓有时吼，蟑螂牧师吼，你楼梯间吼，你跟一个喇牙你来混战，你知唔知？喇牙。后来我要打死啊！哦，我打有够久，还打死你，知唔知？哦，拉牙吼！咱人毋是，咱人你上帝咱智微细，但是上帝特别施恩怜悯照顾咱人。人算什么？第40讲人算什么？人像真一口气，人像迄个影，真紧就过啊！咱即么才看袂到影？咱出去时日头照迄个影，无数以前吼，去顶楼吼披衫的时阵，忽然间看见迄个吼，月亮有够水的，吼有够水的，就关要走到下骹吼，摕手机吼翕个吼，大家分享，无去啊，迄个分身啊，哎哟，有时咱就是安尼，迄个时间一个气一个影，就是讲啦，讲时间这个问题啦。你创造空间甲时间的上帝的角度来看，伊的时间参咱的时间无同款的。诗篇90篇第4节，咱这站拢咧读诗篇，因为你上帝来看，千年如一日，1000年的时间就若过去同款啊尔，过去同款。人的一生真紧，就若迄紧紧的消失了迄个影。还是变化无常的天气同款，时间虽然真紧就无去，但是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有限的咱有把握时间，结果常常就无同款哦。牧师来建成已经9年，讲长无长，讲短无短。恁知影咱9年的中间，咱建成有几个小朋友出生吗？来，几个？10个。农群才有来，梅姐，你关怀部长，8个哈。是9年的中间，牧师来9年的中间，咱建成到有9个小朋友，9个哦。咱即摆少子化吼，咱建成嘛算真厉害，你知唔知？少子化中间哦吼，有个人讲主日学剩2、3个哦，咱一口气就已经生9个啊。时间哪一口气，时间哪一个影同款。这个9个小朋友内底大哥大是凯慧哲松，你很惊讶啊，你很惊讶，伊应该袂得惊讶，因为牧师来了，伊2个翁仔某有特别来替牧师问生第3个孩子的看法。第3个孩子的看法哲松是你2019出生的我特别问因爸爸哲松现在几岁哲松已经上小一7岁。接下来呢，咱的凯华的盛宴有慕容磊官的孙可晴凯阳咱嘛是因的孙西月以家来了是
文和长老、正美长老的依赖啊，来嗰是吼，咱恁当然生遮多啦，武龙甲雷官吼，李恩恁真正祝福满满，过来嘛是文和长老甲正美长老的穆景，咱长老那拢祝福遮嘛牧师嘛爱祝福一下所以上衰是两位牧师的金孙叫做佑恩小宝贝嘛是3个月是安尼看咱毋是看日子你要把握是日子是毋是真愿望？有愿望但是咱来知影，人类对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咱人的这个血内底就留着亚当夏娃留落来迄个罪性迄个罪性。神学家奥古斯丁照讲，用这个罪性可以呈现在刚出生的小婴儿里面。等于找无你无会满足，伊就是靠你看。然后从那么小的婴儿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人的罪性是哇恐怖。人毋是囡仔，要成做一个受祝福的人。咱人想要挖苦家己，人骄傲想要掌握咱的性命。人想要挖苦这个世上看会到的车甲马，这个是比喻车甲马，可能是地位、关系、金钱等等。其实人想要成做上帝啦，人是要成做上帝。如今这个世界有太多目睭看会到的，咱肉体还有金心的这个骄傲，将咱基督徒。真多咱基督徒属灵的目睭，一点一点在咱看掉直到咱看袂到上帝的荣耀牧师讲的拢是对咱基督徒咱家己人讲，毋是基督徒，因无你管这款物件。甚至咱毋知影，上帝予咱的一生的起起落落，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毋望咱人伫咧其中了解一项代志，什么代志？就是毋是上帝需要咱，是咱需要上帝好亲像咱袂讲，水需要鱼同款，鱼水缸里面的鱼，我们不会说是水需要鱼，咱会讲是鱼需要水嘛。鱼要是没有水，就会怎么样？就会死掉啦。事实上，人一定无明白，人是无法度控制，咱无法度控制掌握咱生命的这个长度咱无法度，咱想要安尼，阁想要安尼。马太福音书第6章27节来讲，恁什么人会使用挂炉，互生命阁较长1点钟呢？这个挂炉真多的意思。你会怎么用你的计划、你的计谋、你的才能、你的运数，互你的生命更较长吗？无可能。兄弟姊妹，咱的性命无法度亲像姊妹牧师顶礼拜讲道的主题讲的，咱常常安稳伫主的宝座安稳伫主的宝座就是讲，无管你是好野人无好野人，你一定是平静安稳。咱袂受到外在变化影响。顶礼拜讲，你哪会记袂？因为咱的手头、骨头这个拳头，咱台北讲，大头母。牧师常常袂记吼。因为咱的是抓条条咱内心的无望，然姊妹牧师顶边你讲的嘛就还有囝细时，伊会惊，伊拢抓条条，你敢毋知？拢抓条条你爱给冲开洗开洗清气嘛，伊拢抓条条。咱是刚开始想要有抓做真侪咱想袂的物件，咱无愿意调整。直到咱已经有真侪即摆人已经真侪但是咱常常陷入劳苦忧愁的时间较侪。诗篇90篇第10节是大家非常的清楚，常常伫个别时咧听。阮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勇壮康到80岁，总是其中所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尔。劳苦忧愁，伫咱信仰的旅程的中间，咱需要学习大笔王。
渐渐将咱的拳头放开，放开，无简单，放开承认咱无够，承认咱需要上帝救赎的恩典。咱搁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另外一段经文，第1节甲第2节。咱做伙来读好来请。耶和华，我的石盘是应该学老的，伊假是我的手的真剑，假是我的指头的小台，伊是我的主爱，我的山寨，我的关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倚靠的，伊予我的百姓降服伫我的下面。咱除非有亲受大别经历，上帝大权能甲恩典，就是咱咧活出我靠上帝的性命啦，我靠上帝性命的人，咱这半年、1年的时间，有真侪兄弟的姊妹伫病痛的中间，无管是伊家己，还是因的厝的人。咱真正即个时阵，咱讲要较侪来倚靠上帝。当咱愈倚靠上帝，咱就有法度，咱较有法度用谦卑、感恩的心学老讲，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明白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笑脸伊？就是讲我某某人算什么？我某某人算什么？上帝，你竟然疼惜我，有无？还是咱？还是我们以为我们的一切拢是靠咱家己来？牧师对这句话嘛有真深的感受啦。我算什么？我竟然会在真做恁的牧师？我算什么？我在互上帝这的疼惜，真侪兄弟姊妹真疼惜。昨中昼阮囝婿阮查某囝因要开长执会，所以因中昼落来。有一个咱教会一个姐妹送一只龟来送一只龟来已经买好的一只鸡过来半只鸡啦我就趁迄个时间，找阮的囝婿分享叫什么叫做稳定我你有看这个土鸡无？半只半只鸡无阮都无去买今日有人送来咱兜，这叫做稳定阮囝婿讲伊知影我算什么？我算什么？互咱兄弟姊妹咱疼惜咱这个牧师。我算什么？我有法度安然好困，上帝保守囝儿孙。诗篇144篇是大卫所做的诗啊。咱知影大卫一生你真正最后统一以色列成做国王。大卫的一生不是安尼顺利啊。大卫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啊，伊是厝的迄个老幺啊。我这礼拜伫社区的好厝边，在讲大卫的故事啦大家笑嗨嗨啊，大卫的故事啦。我在讲大卫的故事的时阵爱先讲女性啦、女生啦。我伫迄个古早的时阵咱在座因为咱社区几乎99.9%拢是妈妈来，你知唔知？还有爸爸啦我恁知影咱即摆在场有几个人？迄阵阮差不多有40几个啦我伫迄阵的算法恁38个拢毋是人，除了我甲惠良兄阮2个是人，你知唔知？大部分较是人啦。你算的时阵女性拢无算啦因为安尼趣味就知讲大卫的一生经过大卫是上尾仔囝人大囝财产分2份，伊是上尾仔囝伊也互出卖，互对台。你过洋天气歹，会拄到真多咱讲好屎要遐加。大卫就是安尼的下面渐渐经历咱今日讲的经文第一节讲的，耶和华我的石盘是应该学老的
应该懊恼的。特别体会出伊的性命是瓦库的石盘，瓦库的石盘，毋是伊的军队，嘛毋是伊的能力，也是用咱现在话来讲，代表瓦库的石盘，毋是金钱，毋是伊工作顶面的职位，也毋是伊有偌济出体，偌济囝儿孙，绝对毋是代表瓦库的石盘。因为咱知影，当无常临到的时阵。咱拄则讲的，海拢无可靠。你无管你离社会有偌大的积分，当无常到，你拢无效啊。上帝才是代表瓦库的石盘啊！石盘是啥物？石盘就是坚固的根基的所在啊，味的所在啊。咱知影吼，咱即摆起大楼，迄根基拢爱拍稳，根基共款哦。咱接续讲的时阵，救主定牌，拢是这个意思，拢是保护的意思。代表一生伫一个搁一个困难的中间啊，困难的中间，伊不断明白上帝，经历上帝。代表一生的真正是地上的真正，也是属灵的真正。兄弟姊妹，当咱成做基督徒的时候，咱的真正都毋是仅仔是咱看得到的真正。信心做工，魔鬼嘛共款咧做工呢。属灵的真正袂该挖靠世间的牛，爱挖靠上帝啊！因为你代表，咱看代表的故事，你代表的故事，伊过去真正的日子，当伊感觉透动啊！伊想要挖靠家己的时阵，就战败；但是当伊挖靠上帝的时阵，伊就战赢。兄弟姊妹，这是代表国度受祝福的啦，咱个秘诀啊！什么秘诀？如果恁即摆阁拄着生命规中间拄着真多风波，互你真袂安稳，真侪忧愁，咱来过挖靠上帝的生命。我靠上帝性命，互代表啊，伊有能力，互这个国家真稳定。上帝嘛啦，圣经讲，互伊无对敌来攻击伊。如今咱伫基督耶稣的内面，咱领受的福气，照讲应该是比诗篇诗人迄阵搁较大，搁较深。但是面对进步的21世纪，咱教会受世达观真大的影响，咱阁看到真侪天灾人祸意外不断地发生。咱基督徒现在基督徒，咱的目睭犹原有亲像牧师几啊礼拜之前讲的，咱有迄忠心的仆人，甲鲁比因何塞的态度，安尼仰望上帝吗？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艰难的时阵，咱有仰望上帝无？得到上帝的怜悯临到咱，牧师真欢喜，咱看到咱有真侪旧年开真大刀的兄弟姊妹过来到咱遮。迄空听讲吼，咱洛林指挥洛林吼，咱互医生讲吼，你毕业啊？你毕业啊？牧师偌欢喜，你毕业啊？咱知影伊的身躯毕业啊？早起看咱大哥，仁和大哥家己一个对实际坐计程车来做礼拜，安尼脚虽然无方便，但是安尼慢慢行，慢慢行。牧师真感谢上帝，咱仰望上帝，伊的怜悯临到咱。而是咱的目睭早就受咱这社会影响，咱乱看、乱猜、咱乱讲。选举要到啊，咱参去共款，咱拢乱讲话。无管是真正安尼讲出来，还是伫 FB 顶面咱乱讲，做人生的一寡攻击。伫两位无师无友这9年，咱继承教会属灵的性命检采有头前，亲像当年的婴仔伫母亲的怀中，安尼平静安稳啊。最近有真侪长辈吼，历史对牧师安尼讲。牧师，你拄咱来的头毛是乌的，即摆头毛哪会是白的？当长辈安尼讲的，其实是
是事实的，是事实哦，但是牧师嘛看到一个甲今仔日主题真有关系，就是时间。9年啊，有时咱你看 FB 啊，我拄则丽娟长老伫下骹互阮看少年时阵的亚娜加俊杰亚娜几乎就是佳佳的翻本应该佳佳是亚娜少年一模一样咱看少年因为9年的时间咱一口气一个影就过去啊。在座咱拢共同经过9年的时间呢。我有白头毛，你嘛应该嘛有人有啊啦9年不是短的时间，9年的一个幼囝会知上小学3年级啊。但阮这个孙，咱这么4个咱这4个幼囝拢是同一年级生肖都一样，然后也是读同一个年级。等因是小学3年级，9年的时候，因着小学3年级啊。9年是3285天。你认为牧师内底心内，你来讲可能是目标，来伫阮的心内叫做上帝予阮的意向。对咱个性今仔意向，今仔有一个，就是要去做荣耀上帝的教会。虽然咱目前渐渐，咱看咱有真完整的团契的生活，咱有儿童主日学，有青少课，有社青，有少年的夫妇团契、妇女团契、松联团契。可能你今仔关心你家己的团契安尼啊，但是无事是每一个团契咧，阮拢会去。咱嘛有圣歌队、敬拜团，甲咱有。咱的制度内底，咱5个长老拢真负责，咱有5个步骤。但是要去做荣耀上帝的教会，其实毋是一件遮容易的代志啊。一个人，还是一间教会要活出我靠上帝的性命，无可能突然间出现。有啦，生涯就有可能互一个人突然间有真大的改变。但是咱看大卫王。大卫王嘛是改变，嘛是需要有真长的时间，佮操练。何况是咱呢？何况是咱？神学家加里文安尼讲，神学家从教会比如欢迎咱、生咱、养饲咱、佮关怀咱、引带咱的母亲妈妈，教会妈妈同款。所以这9年认为牧师，你是。暗示陪伴咱团契聚会活动探访关怀，咱兄弟姊妹的性命，渐渐对我靠家己看家己的性命，渐渐行我靠上帝的性命，有简单无？真困难呢，真困难。我常常参真美牧师，阮拢会2个无管你食物件、喝下午茶阮讲的拢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因即摆家庭的状况、属灵的状况。牧师毋知影是毋是安尼操劳陪伴乌头毛拢变白去啦。今日经文讲到大卫讲上帝教示我的手会真正。教示我的手会真正，教示我的手头会三台。你真正的时阵，咱的手真重要。在座的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的操练已经开始啊！咱在座有的已经上大，咱即摆在座是保佑者，保佑者甲雪英姐恁90几岁。咱的操练，信仰操练，拢毋是对零开始，也是为对牧师来讲，9年这时间，上帝兴起做兄弟姊妹伫各项的事工顶面服侍。今日上帝教示咱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手里真正，因为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啊！你不可能在外围一直看，可以烧出一手好菜，无可能的。
你可以讲出一口好菜，但是你无法过。这阵姊妹牧师你教我烧肉，炖卤肉，姊妹牧师教卤肉，写好，我就按一个步骤来。第一遍嘛是手忙脚乱，第二次，第二遍，安尼就熟啊，就会比较熟。有动手，微信好在动手的过程的中间，较互咱学生啊谦卑。而且过程中间，互你看无家己。牧师，咱即摆关怀组关怀部有料理组有善后的。我有听到一对夫妻来互你讲话，我就较关心伊咧洗碗用因先生伫厝拢毋捌你洗碗，因先生伫厝拢毋捌你洗碗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学习。而这洗的时阵，咱学习，咱看无家己，为什么毋洗碗？咱毋知。咱微信好在过程中，咱吞忍，咱牺牲，甚至咱学习彼此相挺。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微信服侍的顶面，互两个牧师真有安慰甲鼓励。另外经文中大便嘛讲，上帝驾驶我的指头，伊的手，另外一个手会小抬。牧师看一段经文，我咧想，这段经文对咱现在咱建心的意义是献心甲献金的操练。我们建成，我们有爱，其实咱已经有到一个程度啊啦。咱真正咱这9年，咱大家真努力，咱这毋是口号，咱真正有是安尼咧行。为咱对于咱等下看咱周末内底，咱真侪社区即摆咧奉献的，惊死人诶！社区关怀地点，伊有感受到他，你看，因嘛是为了这个奉献的。咱的教会已经行起做荣耀教会这个路上，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同款，咱已经行朝见上帝这条路。奉献对心开始，爱心甘情愿，要自动自发。每一个服侍咧，拢是爱自动自发，家己愿意。人逼你来参加某一个团契，逼你来做一个服侍。如果信仰都要爱人逼，牧师会奉劝你，爱考虑这个信仰是你要信的，还不是？你没有必要那么辛苦。你会在去凊彩拜妈祖、拜关公，迄种真轻松。迄种真轻松，迄种无要求，咱信仰也是爱变，爱要去做，迄种毋是属于你家己的信仰啊。我说安尼讲会心重袂？献心简单讲就是除了讲的服侍了后，就是爱提出时间祈祷。为什么看咱的兄弟姊妹因好，其实我会遮欢喜？因为牧师目睭一踢开，我就为因祈祷。要困之前，我嘛为因祈祷。我会记有一遍，郑梅姐去甲志梅牧师报告说，我们宇翔有了，有小孩，就洛伊怀孕了，就洛伊怀孕了嘛，洛伊怀孕了，就好不容易怀孕了，这好消息，志梅牧师讲的是，志梅牧师什么表情？什么反应？志梅牧师哭你都唔知，你忘记了那哭，喜极而泣啦，因为你替因祈祷，咱替伊祈祷，咱祈祷，咱咧提出咱的心为咱教会真侪兄弟姊妹祈祷，咱看咱这礼拜祈祷呢，有中间有黑体字、粗体字，咱嘛特别为了这黑体字里面有一个牧师嘛，牧师嘛1月份感冒一样打抗生素，4月份又在打抗生素，其实我嘛是真担心啦伊就是
反正咱就爱替祈祷啦吼。啊，搁有一个慧珠姐吼，慧珠姐吼啊，去学校当志工啊，不小心哦脚就扭到吼，骨折吼，还动手术开刀吼。咱咧特别为了在兄弟姊妹祈祷，咱咧读经，爱读上帝的话。咱基督徒如果若参迄个拜拜，害人共款，除了不够，有可能你读不经。无说较早你拜拜，我嘛毋知我爱读什么经呢？啊，无你读什么经啊？耶稣得人拜，啊，我心内所无，我爱求，希望伊好啊，无好啊，我嘛无欢喜。哦，啊，就是安尼。敢有读什么经？咱基督徒爱读经，咱爱灵修，咱爱甲上帝有关系啦。那么挖靠上帝的性命，咱一定爱参有关系啦，无咱要怎挖靠伊啦？现金、金钱的奉献，是真侪牧师无想要提醒的，因为会得罪兄弟姊妹。但是牧师嘛是爱讲，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无简单，较需要操练啦。咱实实讲，咱人算什么？也毋是上帝赏赐咱无法度得到这趁钱的能力较亏力，你知唔知？若不是上帝的恩赐，我们没有得获财的能力耶。其实那是上帝，你才能祝福咱戆戆，你知唔知？咱戆戆咧。咱若随时靠哇！我即摆升官啦！哇！我即摆讲一条生理，吼，再有我偌拍拼，上帝哟，迄是上帝保守的。咱讲特别的，这个社会武力较骨力的人有偌济？大家拢咧做生意，大家拢咧创业，成功的失败比成功较多。牧师就是失败其中一个，失败比成功的人较多。咱算什么？金钱的奉献，因为这时间的关系，牧师无法度讲真多。金钱的奉献，互咱倚靠上帝信心，加倍基添伫咱的心上。金钱的操练会让依靠上帝的信心会加倍啊，会加倍，比任何一个都要加倍。最后刚还有一，咱无一个人会来透过做什么物件，互咱的性命长较短。但是咱会来决定咱属灵的性命的宽度甲宽度。我们可以努力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时我参浸会长老，你看咱社区的银华组或主每一个长辈，咱讲坦白的，有的人他们活得很高雅，很优雅。优雅不是给他野外在啊，咱讲啊，已经70、80岁了，还有什么那个70、80岁一定皱纹一定对，但是活出来就无同款，无同款。咱属灵的性命也会让人家觉得不一样，属灵的性命的宽度甲宽度，因为只有这个属灵的性命，互你才感觉，这个人来，互咱看真有平安和喜乐，平安喜乐。只有咱甲主有关系的性命时，较互咱面对困境艰难的时阵，咱有一个倚靠，无惊吓。只有咱真做倚靠上帝性命的人，当面对应有来的时阵，上帝会亲自成做咱的避难所。唔通这条钱你唔通赚，这条路你唔通去，这物件你唔通做，这目睭你唔通看。只有倚靠上帝性命的人，看清上帝对咱有限的性命的中间有什么美好的计划。当咱建成教会是一个倚靠上帝性命的信仰团体的时阵，相信，无需相信，安尼就是一间渐渐成做荣耀上帝的教会。啊，是安尼。当咱有一天在座，咱拢会一个一个，咱会离开这个世间。这个信仰较有法度，像咱过去信仰一个前辈同款留落来，咱会在一代一代搁传承落去。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的圣灵，圣灵阮的软弱，圣灵阮内心的骄傲，
承认阮内心的无知，看袂清上帝你疼世间人。你是遮会疼阮，你嘛为阮备办做美好的未来。求主对答帮助阮，伫阮有限的人生，这个时间，阮来勇敢，阮来调整，阮来认罪，阮来悔改，跟着主的脚步来行，过着我靠上帝的性命。阮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训。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请招待者来进行奉献。
日日来因奉献生活。请坐。咱来进行公道，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感谢上帝赐下救恩，互咱会当伫团契中间委身服侍，献心献金，过倚靠上帝性命。咱也为基体新淑慧、陈德明、赖清光、黄仁和、陈秀荣、黄世明、林以诺、张慧香、王以玲、林慧珠、杨志坚、李雅娜、陈怡君、林春枝、郑春嘛，咱也为着5月23妇女团体户外踏青，要去竹子湖援助保守出入平安，伫合约的团体中间享受主的恩典。咱也为世界援助的真光，照着义人，愿喜乐归伫心内正直的人。请咱出声，咱来为这的事项，咱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我要为着你的教会祈祷，求你继续建立你的身体，互兄弟姊妹伫听的中间彼此扶持，同心合意，希望福音伫世间来做光做盐，荣耀你的性命。主啊，我也要为所有家庭来祈祷，求你保守每一个家庭。互家庭真做敬畏你的所在，也为着伫工作室中、伫学习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你守护智慧甲力量，互阮伫任何环境中，拢会当活出倚靠上帝的见证。主啊，阮也要为着身体软弱、心灵困苦的人祈祷，求你亲自赐下医治、安慰甲扶持。互因伫苦难中会当经历你的同在、甲平安。阮也为这个国家、甲这社会来祈求，愿主掌权做王，守护平安、甲公义，因带正人行伫正直的道路。主啊，愿阮今仔日的敬拜会当真做你所欢喜的祭，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拢归伫你，直到永永远远。阮也要用主教写主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无顶带阮入地市，要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咱本周的聚会活动搭档等节目者，请咱大家来注意看周报，事先来做准备。咱大多的事项，请咱大家弟兄姊妹，咱来继续关心。
为遮的大道事项继续祈祷。咱来看教会团的消息。本主理知美牧师代表玉山神学院，前往邦桥新民教会请安报告。第二点，主理5月24是圣灵降临节，是普世教会起始。咱本堂要举行本年度第3届新礼典，请要受洗、更新礼、要设立会籍的家姐，牧师报名，请咱所有主内集体，预备自己，心存敬畏、甲感恩、甲主同齐祷。第3点，114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拢印好，请咱伫个月线的内你大家名遐会公布栏，咱大家来摕。团契消息，本主理下午5点，信华队要举办年终慰劳餐叙。咱要特别感谢廷医执事代理这个指挥职务终于告一段落了欢迎若琳老师兵役后归队应请报名的队员留意。第2点，5月2日礼拜5上午10点，双年团契主会要举行医学讲座，主题是乐活远忧郁，欢迎有大家踊跃参加。第3点，5月23拜六上午9点，葫芦团的主会是户外踏青因要去竹子湖，将为家的出入要当平安。奉献民事，请咱大家来看，然后唔对，咱向会计来跟进。好，请咱今日来吟信诗第510首，信诗510首。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较扶持，互咱对打开始，咱要倚靠上帝的性命的生活，对打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礼拜到遮闭会。